请大德们晚安。由于今天要导读的国瑞前贤他在开车有点忙，所以请后学代替他导读。那后学就先代替他导读。那请各位前贤们记得先把麦克风关上。恭诵太上清净经第一次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有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好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潜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浅也。能浅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现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即无，无无即无。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真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谓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谓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谓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，流浪生死，长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太上清净经第二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，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，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，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潜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浅也。能潜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现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以无无亦无。
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执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谓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苦，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即吐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心在人天中华木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木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水源古侧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因而要想归家去，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的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担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收听邪人常胡说话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曹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五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潮气造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十念一遍神通大，十念2遍得超生，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回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
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明。弟子杨玄正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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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后学今天学习完毕，晚安。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感恩。祝他晚安，再见了，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护领任晚安，感恩慈悲。谢谢各位前贤参与诵经。感恩很优秀的前贤慈悲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。